兄姐，大家平安。有一种的图叫做双旗图、双旗图。这个旗图是伫Johns Hopkins这个医学院毕业，第一个心理学博士，伊名叫做 Joseph Jastrow。伫伊个心理学册内底所画的一条图。当你看这条图的时阵，毋知你看到啥物货？你是看到啊，还是你是看到土啊？因为这张图，你会当看到啊，你嘛通看到土啊。总是当你第一眼看的时阵，你可能或者是看是啊，也是看是土啊。但除了这张图以外，落尾嘛真侪人画出真出名的图。譬如讲，这张图你是看到一个水姑娘啊，还是你看到一个老太婆？那你心较少年的时阵，拍算你看到较水的水姑娘啊。那你较老的时阵，拍算你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婆，敢是？但还有另外一张图嘛真出名，毋知你看到啥物货？有人看到天使，总是有人看到啥？有人看到魔鬼。但你到底是看到天使，也是看到魔鬼？咱的人生有的时阵会拄到即款的状况，就是咱咧看物件，咱的焦点甲即个背景，咱若家己转换的时阵，咱所看到的物件就会无共款。共款一张图，你会通看到啊，会通看到土啊。共款一张图，你会通看到水查某囡仔，还是看到一个老太婆。共款一张图，你有可能看到天使。也有可能看到魔鬼。伫咱信仰内面，咱的兄弟姊妹也会对着一寡代志有无共款的角度、无共款的观点，所以对共款代志会形成无共款的意见。说使咱有彼此相听的心，无共款的意见是帮助咱看了更较完整，帮助咱看到咱原本无看到的，会通帮助咱会通。搁来较完整来看代志，总是如果咱若一直坚持讲我才是对的，别人是毋对的，那呢有可能就对彼此中间无共款的意见来互相论断，最后伤害着彼此相听的心。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拄则咱借一张了，为着咱所读14章第1节到12节，其实一直到第15章，伊拢咧处理即个问题，就是当初时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。因对着一寡代志的看法、意见无共款，当意见无共款的时阵，有可能就产生分裂。总是保罗先生讲，咱会通用这种的态度来面对无共款意见的人。当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意见无共款的兄弟姊妹，才会通符合听的真理。咱顶礼拜保罗先生甲咱讲，听会通完成律法，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只有一个出发点。只有一个坚持点，就是对听来讲话，对听来做代志，对听来对待咱的兄弟姊妹。当听是种的接纳甲尊重，就是听会通接纳也尊重甲咱意见无共款的兄弟姊妹。伫罗马教会当初时教会内面这个信徒有两项代志，因产生意见无共款，一个是关于食物，一个是关于节日。有人认为讲。你若要食物，你敢会当食菜色？你敢会当食菜？你毋通食肉。这个人，保罗承认讲是信心较软正的人。有一寡人认为讲，你若要食物，什么物件嘛拢通好食，菜通好食，肉嘛通好食。对伫遮，保罗讲因是信心较坚固的人。但这个所在，咱先做一个说明，做一个了解，就是当咱咧用信。也是信心即句话的时阵，伫无共款的处境、无共款的 context、无共款的顶下文中间，有无共款的含义。介无伫保罗的批信中间，咱有看到3种无共款赞词的信。第一是咱得救的信，就是因为咱相信上帝，互上帝甲咱称义，互咱得救，这是这个得救的信心、得救的信。第二是咱捌伫咱中间也捌提起到讲无共款的文字，大家就爱看了合伫中道。就是上帝互人无共款的文字，咱信心大、信心小，
甲咱的温数大甲小有密切的关联。啊，上帝既然将即款的温数赏赐予咱，咱的信心有诶大有诶小，这是咱称作是温数的信心。那今仔咱所讲啊，即个信心甲即个较无共款，伊是关于意见的信心，就是咱因为信，所以对着咱生活中间，对着一寡事物，咱有产生咱的意见，有产生咱的看法。有人意见非常的强，有人意见比较软正，有人意见啊，甲别人无共款，因拢是得救的基督徒，所以因也产生无共款的意见。当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了后，伊得到拯救，无代表讲你得到拯救了，你看代志拢共款，因为你对原本无共款的文化传统来，因为你对原本无共款的生活背景来，所以你对代志的看法，你对代志的即个的想法，自然而然甲别人会有无共款的所在。但保罗特别是提起到伫当时时，伫遮个罗马教会中间有一寡信徒，因得救了后，因认为讲，你若食物件，你若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你食物件干会当食菜色，是安怎安尼讲？因为当时时是伫因徛起伫一个异教的社会内底，所以即个异教内底真侪拢是咧拜偶像，所以你若去菜市去买肉，有可能就是捌用来祭拜偶像。所以你若去食遮个肉时阵，有可能你就食到祭拜偶像的物件。所以遮个人讲，你若要食物件，你若要过一个虔诚的生活，你就干那食菜色就好。总是有一寡信心较坚固的人，你认为讲，什么物件拢嘛会通去食，什么物件拢嘛是上帝所圣洁，咱就会通去食。所以咱也用感恩的心，咱就会通食。甚至你若是祭拜偶像的物件，你若有信心有够。你知影啊？上帝赢过一切遮个偶像，所以你若心存感谢的心，遮物件嘛通好食。共一间教会内底，有人信心坚固，有人信心软弱，有人认为讲，什么物件拢通好食，有人认为讲，你若是敬虔的人，你干那会通食菜色。什么人较对，什么人较毋对，什么人应该去听什么人的话。对着即个无共款意见的问题，保罗先生安尼劝勉讲：遮个人目的看轻无遮个人，无遮个人也毋通论断，也是拟断迄个遮个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伊。保罗赞成遐个信心坚固的人讲：恁要食肉，恁去食；伊嘛赞成遐个信心较软正的人讲：恁无要食肉，恁莫食肉。总是伊反对。伊反对迄个食肉的人去看见迄个无食肉的人，伊反对迄个无食肉、敢食菜色的人去拟断、去论断迄个食肉的人。保罗劝勉遮个意见无共款的信徒，讲恁着爱彼此接纳，恁着爱互相尊重。因提醒因一件代志，讲所有遮个兄弟姊妹，因拢是上帝所拣选，拢是上帝所接纳。既然上帝已经拣选因，上帝已经接纳因。那安尼，恁应该是互相彼此来接纳，毋是互相彼此来排斥。恁应该是彼此来相听，毋是彼此来互相论断。除了食物的习惯无共款以外，当这时罗马教会这信徒对着日子的好歹，嘛有无共款的看法。有一寡信徒认为讲，即日比迄日较好，因捌受到一寡传统即个。宗教也是讲文化背景的影响，认为有一寡节日特别好，所以这个节日比其他的日子搁较好。特别是伫原本若是有犹太宗教背景的人，因感觉做这节日是太要紧的节日，譬如讲搬过节，譬如讲度假节，譬如讲七节，也是扫角节，也是赎罪日，也是大寮节，也是严肃日，也是普年节，也是修殿节。这个节日对着有犹太文化背景的人来讲，这个节日太要紧，因会通过这个节日来表明因对上帝的敬畏。总是无活着一款文化背景的人，也是讲已经伊的信仰已经超越着这个传统文化之上的人，伊就无认为讲这个节日有啥物要紧，因为每一天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好日。每一天拢会通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每一天你若欢喜，你拢会通感受到上帝甲你三角地带即种的恩典。有人感觉每一天拢共款，有人感觉即日比迄日搁较好。什么人的看法是较正确？是迄个认为逐日拢好，逐日拢有上帝恩典的人较对，也是认为讲即日绝对比迄日较强的人是较对。
所以到底伫教会中间有无共款一款意见的人的时阵，啥物人爱听啥物人的，啥物人的主张较是正确。保罗先生对着这个争论，伊的教导是讲，恁逐人心内就爱坚定。意思是讲，这两个意见无比较较对，也是比较较无对的问题。如果你若主张倒一个意见，你就坚定来相信你所主张的这个意见，总是也无需要为着别人缘故来做改变。总是如果你若是咧坚持你的意见的时阵，你上些时你也得爱知，你的意见毋是绝对对的。你毋通认定讲，甲你无共款意见人就绝对毋对，然后你想要去改变别人的意见，拄亲像讲，迄个万项物件拢会通食的人，毋通去看轻迄个敢若食菜色的人共款。迄个认为讲日日拢是好日的人，你毋通去看轻迄个守节日的人共款。迄个敢若食菜色的人，毋通去论断迄个食物件啥物物件拢会通食的人共款。你若守节日的人，你毋通去看轻，也是论断迄个认为逐日拢是好的人，无咧守节的人伊的信用就较无好。听是种的接纳，甲咱意见无共款的人，你若认为你信心坚定，你就爱接纳信心软正的人，毋是要甲因辩论。当你用辩论的态度来证明你的意见是对的时阵，检查你辩论赢。总是你伫听的态度顶悬，你已经输去啊。当你想要辩赢的时阵，你爱记住，伫听心顶悬，你可能已经失败了。所以保罗先生劝勉遐个信心坚定的人，讲对着信心软正的人，恁着爱接纳，总是毋通去辩论因心内摇疑的物件。但伫咱特别注意的这个所在，讲毋通去辩论所摇疑的物件，毋是讲咱着爱放弃所有关的信仰真理的辩论，因为咱知关的一寡真理，包括科学的真理，包括地学的真理，包括宗教的真理，有需要辩论。通过辩论，通过这爱讨论，会通互咱对着咱所了解这个真理愈辩愈明。随上圣经内面记载袂少的故事，咧讲耶稣嘛咧辩论。保罗嘛咧辩论，这遮的当初时初代教会遮伟大信徒，因嘛拢咧辩论。因是安怎要辩论？因为着要互即个信仰的真理愈来愈清楚，互人会通明白因所信的真理。咱会通举真侪一个来说明。马可福音书第9章14节记载一段经文，安尼讲：耶稣对山顶落来时阵，看到真侪的人围围伫伊学生的边啊，伫个所在甲因辩论。因咧辩论啥物货？辩论医病赶鬼有可能无可能？辩论医病赶鬼的关联是毋是对上帝人？但耶稣也参与伫因即个辩论中间。阁有一回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12章耶稣甲着撒都该人辩论关于国外的代志。然后有一个文士听见的辩论讲，耶稣你辩论了真正非常的好。然后佮继续甲伊请教一个问题。咱看伫圣经中间，耶稣常常甲这文士、甲法利赛人咧进行一寡重要关于信仰的辩论。伫初代教会中间，第一批选出来，即书中间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司提反。这个司提反伊真熬做工，毋但是做即书，上时伊也熬传道理，所以伊一人传道理。结果有真侪无共款会堂的人，拢起来甲伊辩论。圣经讲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9节讲，因拢起来甲这个司提反辩论，总是辩袂赢伊，因为司提反毋但是有智慧，上是有圣神的观念。但因咧辩论啥物话？司提反辩论讲，恁以色列人常常反抗圣神，恁杀害先知，现在恁阁出卖耶稣这个义人。因为司提反非常有智慧，上是佮用圣神的气力，所以正人辩袂赢伊，辩袂赢伊了后，因就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司提反通我讲是为着真理的辩论，成做教会史中间第一个殉道者。除了这以外，咱知影保罗先生愈熬辩论，咱看到伊所去的所在，特别咱读《使徒行传》，看见伊到任何一个所在时阵，常常会甲人进行这个辩论。伊所辩论的是关于上帝国，伊所辩论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，伊所辩论的是毋是人是因为相信来得到称作义，也是人要通过遵行律法的行为来称作义。保罗先生伫这些所在拢甲人进行这个辩论，也通过这个辩论所留落来这个文字、这个辩论的结果，会通帮助咱愈来愈清楚咱所信的道理。
圣经毋也是讲到遮耶稣使徒咧辩论，咱若读圣经的册，圣经的册内面，特别是以赛亚书，咱读到，互咱感觉足不可思议的物件，竟然上帝邀请咱甲伊辩论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26节讲：恁就来甲我辩论，恁从恁的真理、恁的想法来到伫我的面前来甲我辩论。辩论什么货？上帝邀请以色列百姓来到伫面前，甲伊辩论，辩论什么货？辩论人的罪，甲辩论上帝的拯救。所以伫以赛亚书第1章第18节安尼讲：恁来甲我辩论，恁的罪虽然亲像朱红，我要互因白亲像雪；虽然红亲像胭脂，那我要互因白亲像羊毛。耶和华上帝邀请咱来甲伊辩论，你若有啥物款的理由，你若有啥物款的想法，会通甲伊进行辩论。伫真理进前，咱会通来辩论。所以圣经提醒咱，特别是保罗先生提醒咱，咱会通为着真理辩论，但是咱得爱避免一寡无必要的争论。有一寡辩论是无有路用的，有一寡辩论毋也是无路用，相是会带来伤害。咱看见所列出遮的经文，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4节，以及伫这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23节。提多书第3章第9节，保罗先生讲：你若去辩论这物件，辩论无穷的家谱，辩论这个愚妄无路用，这个学问，那安尼毋也是你袂通得到好的结果，上时到伫落尾，你拢归伫空空。保罗伫遮要甲咱提醒一项事，伫咱信仰的路途中间，咱要特别注意，无需要陷落伫遮无必要辩论。这个辩论有一个危险的所在，因为辩论会成做一种的陷阱，互咱陷入这种陷阱中间，就是咱对别人产生一种论断的态度。辩论是要证明我是对的，你是毋对的。如果咱为着真理辩论，那安尼咱会通真实伫这个所在来进行好辩论。总是如果咱为着遐原本就无绝对的对、无绝对的毋对的意见咧辩论的时阵，那安尼咱就陷入伫这个论断这种陷阱中间。保罗讲：你是啥物人？你竟然论断别人的萝卜？伊要甲恁讲，论断是种陷阱。当恁论断别人的时阵，恁也是论断这个人，你是论断伊所咧服侍的主。咱若咧论断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咱的人生陷入这种陷阱。咱毋是咧论断这个人，咱是咧论断伊的主，咱是咧论断伊的上帝。咱着斟酌，咱着细腻。咱会通伫上帝面前论断上帝吗？保罗继续讲，伊若徛在，伊也是跋倒，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地。若是伊会通徛在，因为主会通互伊徛在。保罗爱互咱学习尊重主对着伊的带领。伊若有即款的意见是毋对的，主会甲伊调整；伊若有即款的做法是无好的，咱为着伊祈祷，主会通一步一步来带领伊。咱所需要毋是去论断伊。咱所需要的是用疼心来接纳伊，然后伫祈祷中间恳求上帝来带领伊，互上帝帮助伊会通徛牢。有一句话讲：人有大患，在好为人师。伊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爱去做人的老师，常常讲指指点点，你着安尼做，你着安尼做。咱真爱用咱家己对的方法来改变别人。有一个作家，伊写一本册。这本册写了后，成做一个畅销书，卖了真好，所以伊也发财。有一日，伊家己到伫册店的时阵，看到伊家己的册，真欢喜。总是发现一项代志，这册名较无共款。伊原本这个出版社的册名是讲 How can you change your life？ 毋过这个出版社甲印出来是变做 How can you change your wife？ 所以足侪人买，大家拢想要改变伊的 wife。所以伊甲出版社讲：请你用这个册名改倒来，我的册毋是安尼啦。这个出版社讲好啦，无甲改倒来，甲改倒来伊这个册名原本的册名 How can you change your life？ 结果改了后无人要买，大家无要改变家己，总是想要改变 your wife， 也是想要改变你的先生，也是要改变别人。伫教会生活嘛有类似的情形，咱有一寡兄弟姊妹，伊对圣经真捌。伊嘛有一寡真可贵的宗教经验，所以常常认为讲我就是对的，所以要求其他兄弟姊妹也爱甲伊共款。
如果这知识、甲经验、甲救恩的真理有绝对的关系，那呢，咱就应该坚持。比如讲，咱拄则所讲的，耶稣甲这个文士甲法利赛人争论的时阵，是咧坚持上帝的救恩，会通临到伫遐的亲像抽象的人，亲像基督，亲像这个外邦人。这个人原本是法利赛人认为无可能得救的，但是耶稣讲，因会通得救，只要有信，因会通得着救。亲像保罗先生所坚持的，一人互上帝称做义，是因为有信心，毋是因为有行为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救恩，毋是因为遵行摩西律法。若是坚持这款的真理，这是必要的。但是若对着一寡食什么货、啉什么货，对着一寡节日，倒一天较好，倒一天较无好，这教着一个人是毋是会通得救，无必然的关系。关于这个争论，也无的确最后的一个答案。一个人相信主了后，有伊无共款的伊的生活，有伊无共款的选择，咱来尊重伊，总是无需要伫这个代志顶悬做太济无必要这个辩论。实际上，咱若看保罗批信，保罗先生伊是较主张，伊是较灵动，遐个信心坚定的人，就是讲万米拢嘛通去食，伊是较主张啊，咱这个逐日拢是主所赏赐的好日。总是保罗虽然有一款的看法，但是伊无坚持别人就爱甲伊共款的看法。但是若是有人坚持无共款的看法，认为讲你就爱安尼做，你才会通得救。而且佮根据这个甲得救无必然关联的意见，故意谦卑，然后禁止人坐，禁止人喝，禁止人袂使食，袂通摕，袂通做这样代志，袂通这样代志，这款无必要这意见的时阵，保罗先生伊会起来反对。特别当这个人论断讲你安尼做无敬虔，你安尼做袂通得救的时阵，保罗先生会为着人伫这个所在的做辩护。但兄弟姊妹，论断人真容易。所以论断常常会成做一个陷阱，咱人性成长的一个陷阱，互咱的人性陷落伫其中，致到咱无法度有好成长。当咱要安怎会通去避免陷落这种论断人的陷阱中间？有一个作家，伊名叫做 Thomas Sapington 有写一本册 Let God be Judge, Recognize the Impact of Ungodly Judgment and Dealing with them。咱有中文的翻译这个所在在甲咱讲，要互上帝来做裁决，关于论断的负面的效应，咱安怎去避免？伫这本书中间，伊有提出5个要紧的点。伊认为讲，你若要避免去论断别人，你会通先思考这5个问题，来问家己，你是毋是陷落伫这个论断的陷阱？第一个就是讲，当别人来用论断我伊论断伊的我用论断伊方式来论断我的时阵，我是毋是感觉非常的 comfortable？ 咱咧论断别人时阵，咱有咱的口气，咱有咱的态度。即个讲，咱换个角色看看，当别人用这款的口气咧讲咱的时阵，当别人用这款的态度咧讲咱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感觉欢喜？咱是无法度接受？当别人伫骹车后话，一直咧讲咱歹话的时阵，亲像咱伫骹车后话咧讲别人歹话时阵，咱是毋是我都接受？若无法度的时阵，你就说你。当你安尼咧讲的时阵，你有可能咧论断人。第二，当咱看到别人无好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期待会通变好？咱若对这人有疼心，咱会期待伊变好。所以咱若期待伊变好的时阵，咱会做这样代志，咱为着伊祈祷，咱若认为伊毋对，咱若伊是无好，咱就搁较济为着伊祈祷，毋是搁较济来论断伊。第三，是毋是咱看到别人的错误的时阵，咱无看到家己的错误？咱敢若一直看到别人的错误，总是咱家己的错误，咱拢看袂到。第四，当咱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阵，是毋是咱忽略了伊的优点？一个人拢有缺点，拢有优点，你敢若要看伊的缺点吗？你敢无法度看伊的优点？但是你看到缺点的时阵，你会当想有啥款的优点，值得咱来感谢上帝。第五，我想是介要紧的一点，你是毋是非常自觉，将这个审判？论断的权柄交予上帝，这是上帝的权，毋是你的权。你毋通抢夺上帝的权，上帝会通论断伊家己的萝卜。这位作者认为讲，当咱要论断别人的时阵，咱先想看卖啊。要是咱过去捌论断别人的时阵，咱搁倒来想看卖啊。伫咱心内，咱感觉无好的人，咱感觉无好的兄弟，无好的姊妹，咱感觉咱想到伊，咱就气甲要害的，迄个兄弟，迄个姊妹。
是毋是咱是咧论断伊，也是咱会通改变咱论断的态度？咱是用听伊的态度来甲伊相处。但保罗先生咧讲，咱伫教会中间的生活，难免拢会陷入即种论断的陷阱。当咱要避免咱去论断别人，也无去受到别人的论断的影响。当别人论断咱的时阵，咱嘛有可能会受影响。保罗讲，咱毋通去受到影响。当咱若真实伫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莫去论断别人，也莫去互别人的论断甲咱影响。若你要做到安尼，保罗提出介好一个方法，就是咱用敬虔的态度来服侍，咱伫主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用敬虔的态度来服侍，就是讲我做这样代志是为主咧做，还是讲我无要做这样代志是为主无来做。所以保罗伫14章第6节安尼讲：守日的是为主来守，食的是为主来食，因为伊感谢上帝；无食的也为着主就无来食，无守日的也为着主来无守日，伊也感谢上帝。当咱是出自咱的心，食也是无食；只要咱是出自为着主的缘故，咱无论是守日也是无守日，咱用感谢的心来做的时阵，咱就无需要在乎别人对着咱的论断。但真正敬虔的生活，就是讲你的生活是为主的活，像是你的生活是为着主来死。保罗继续安尼讲，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，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。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，咱若死也是为着主来死。基督徒的性命无属于你家己，因为你的性命是耶稣基督用伊的重价甲你买倒来，所以你的生、你的死拢属于主。既然你的生、你的死拢属于主，那呢，对着임者、对着责任等等者的态度，也应该为着主来做，也为着主来活，这种的态度来处理。但为着主来做，也是为着主来无做；为着主来活，也是为着主来死，拢是伫咱内心迄个改心的动机内底。咱的心灵改心的动机，就伫这个所在。上帝是看重咱的内心，毋是看在咱的外表，嘛无看在咱外在的行为。如果咱做也是无做，是为主的缘故；如果咱是活也是死，为着主的缘故，那安尼外面的行为表现出来有差异，总是咱共款会互上帝所接纳。所以咱也无应该随便照咱家己意见去断定啥物人，因为甲伊意见甲咱无共款，所以伊就是上帝所无接纳的人。但兄弟姊妹，毋通论断兄弟姊妹，也毋通轻看咱兄弟姊妹。咱互每一个人，拢互伊的信任去面对上帝，互上帝来审判伊家己的心败甲得失。咱毋若是莫去论断别人，咱来常常倒来到伫咱家己，来反省咱家己，咱真正是为主咧做吗？咱爱记住，耶稣捌甲咱讲一句话：恁毋通论断人，免得恁受论断。恁用啥物款的鸟去鸟互人，也要安尼来鸟互恁。咱必须要常常会记住，当咱要论断别人的时阵，会记住主咧论断咱。当咱咧论断别人的时阵，有一天，咱也成做别人论断的对象。所以，咱就常常提醒咱家己，警醒咱家己，毋通陷入这种论断别人的陷阱。因为有一天，咱每一个人拢要徛伫上帝审判的台前。迄个时，咱的骹头虎要跪落，咱的喙用主来承认。每一个人拢要伫主的面前接受最后一个审判。兄弟姊妹，毋通掠做讲我是基督徒啊，所以我根本就无需要受到审判。圣经无安尼甲咱讲，每一个人拢要面对审判，每一个人拢要到伫主的审判的台前。像是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主讲审判要对上帝的家来开始。无一个基督徒会通避免上帝将来对咱的审判。咱嘛毋通因为讲我是基督徒，我有咧服侍上帝，所以我的确将来会得到好的奖赏，上帝的确互我好的审判。咱是毋是通得到奖赏，也是咱有一天会受主受责备，在伫咱是毋是真正是为主在做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安尼讲，因为咱众人的确要显明伫上帝的工作前，就是上帝审判台前，和照咱逐人所行的代志，迄才是行好来受到报赏，迄才是行歹来受到报应。保罗继续安尼讲，毋通掠过讲我是上帝的工人，我所做的有一天毋免受到审判，我所做的有一天上帝拢会祝福。保罗无安尼讲。保罗反倒提醒咱一项事：你要做上帝的工人，你就愈爱谨慎，因为迄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伫耶稣基督的根基下面，逐人就爱斟酌你所做的，
你是用金、用银、用宝石，还是你用茶、用草、用这条草伫这个所在咧起造这个根基？你所做的是真实出自你内心，你所做的是用介好的献给上帝，还是你所做的只不过是潦潦草草、随随便便来咧做？大人的工程有一天拢要显现，一日上帝要显明伊，像是这个显明是用火来显明，火要来显明咱所做的工。有人所做的是用好的，通留落来，会通得到上帝的报赏。若是袂，毋是用好的这材质来做工的，有一天这个火显现的时阵，伊就要受烧掉。伊随望伊要得救，总是伊敢若经过火烧一样。大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面对咱论断人的时阵，咱有一天也爱共款面对这个论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通掠家己最大。毋通将属于上帝的审判的权柄加伫咱家己的身上，随随便便来论断咱其他兄弟姊妹。对于无共款意见的兄弟姊妹，咱应该是用接纳、尊重，也阁有疼惜，要疼惜你的兄弟姊妹。伊甲你共一间教会有上帝美好旨意，你若是尊重伊，你就疼惜伊。你若认为比你较软正，你若认为比你较毋对，你愈爱疼惜伊，毋是看轻，毋是照家己的意思去论断伊。毋通常常论断讲伊的确是安尼，伊的确是安尼。咱毋是上帝，咱无法度看透人的内心，咱就互迄个会通看透人的内心的上帝来审判伊。你若认为你是家己坚固，你若是认为你家己对，保罗先生讲，你认为你家己对的人，你就愈需要去担待，你就需要去帮助迄个软正的人，互因会通得到欢喜。咱毋是求家己的欢喜，咱是求上帝的欢喜，也求众人的欢喜。论断是一个陷阱，是一个人性的陷阱。论断，互咱的人性无法度伫疼内底继续来成长。论断，互咱无法度去疼别人。论断，毋仅是互咱无法度去疼别人，佮互咱产生分裂。论断会互咱的教会愈来愈混乱，互咱的教会袂通成长，袂通活出上帝荣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离开论断这种陷阱，互咱通用超越这个论断之上彼此相听的心，来彼此接纳、互相尊重。我个人真爱奥古斯丁所讲这句话，伊安尼讲：伫这个根本要紧的代志顶悬，咱就追求合一。伫个毋是根本甲救恩毋是根本的关联的代志顶悬，咱就爱放自由。总是伫凡事顶悬。咱就爱彼此相听。这句话检查会通真做咱面对咧处理教会的代志，也是咱面对甲咱无共款意见的兄弟姊妹时阵，咱会通互相来鼓励，互相来学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互咱宝贵的教示。伊安尼讲：无得论断人，恁就袂受到论断；无得责备人，定罪人，恁就无受到责备定罪。恁就爱了下人。那安尼，我就了下恁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圣洁的爸上帝，我们恳求你赦免阮。阮是嘴唇无清洁的人，佮住伫嘴唇无清洁人的中间。阮常常用阮的嘴唇来论断别人，求你赦免阮。公义的审判主，求你赦免阮。因为这时阵，阮无尊重你审判的权，阮常常论断阮的兄弟、阮的姊妹，论断的心赢过阮敬畏你的心，论断的心赢过阮彼此相听的心。求你怜悯阮，改变阮的心思意念。当阮要论断别人的时阵，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祈祷，互阮知影你是毋是也用这论断的话来论断阮。当阮看见别人目睭中这草仔油的时阵，求你也阮看见阮目睭中的圆仔茶。求你帮助阮，会通先除掉这个圆仔茶，免得阮成做一个上帝你所看做无好、假冒伪善的人。帮助阮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彼此相听、较赢伫彼此论断的教会。求阮脱离爱论断人这个陷阱，互阮的灵性
无因为论断别人来互别人绊倒，到伫落尾也阮家己绊倒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